家平安。平安。用这首歌来来唱歌阿罗祈祷。我定记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这，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叫声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吃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吃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吃做你欢喜的祭。三角用上帝的话来祈祷，上主啊，早起是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是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咱即时要来感恩甲认罪祈祷，求上帝，引带咱会当将咱所会记得的犯罪的代志，求主来提醒咱，咱所袂记得的也求圣神来提醒咱，互咱来到主面前的时，因为咱会认罪祈祷，咱诚做一个清气的人，互咱的祈祷会当达到上帝面前，咱做伙来感谢甲认罪祈祷。亲爱的救主，求主怜悯阮，除去阮所有的罪过，世间的需要，互阮来处理，互阮的心会当清气。求主你怜悯阮，互阮的挂路有罪甲颠簸，互阮做你尽中的路步，享受你所赐的快乐。苦难的中间，互光分情互我，使阮勇行平安，带阮无得平路，互阮中路拢无我困。求你。现在。阮伫天的爸上帝，阮感谢你，阿罗你，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你也是主爱的主。阮存着有欢喜，存着歹势见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但是阮照着主耶稣基督伊的保护，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称作义，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放胆来祈祷。阮感谢你洗清阮的罪，我看阮做你的人，看阮做你的朋友，想使阮有无尽的福气。阮向你献上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接下来是为身心灵医治释放的祈祷，求咱首先爱邀请主耶稣将做咱灵的主、思想的主、感情的主、意志的主、身体的主，将咱的忧虑完全放托伫主的面前，咱将咱的手放伫咱所辛苦病痛的所在，也是你要带到的亲友的
所在，咱也特别为着12只结婚的恩美恩美搁嘉恩，互因新的家庭得到主的充满，然后特别为着9月甲11月你要生产的孕妇甲胎儿，拢求主来保守，咱为着咱所纪念的亲友来同心来祈祷。在做伫遮边头，你叫他你到万代，你对到永远拢存在，上帝你的公义甲怜悯要医治甲赦免阮，你要医治阮的肉体伤痕，阮需要安慰创伤的灵魂，当得到平安，你要互阮免得惊吓，只有伫辛苦你阮就会得食，求你对阿边眷顾阮，虽然双向无法帮忙无平安，求你手术你互阮有大望，我要用嘴来互努力，牺牲。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受的悲伤，阮就医治；因为你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圣神，阮感谢你，因为你用讲袂出的土血为着阮祈祷。主要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经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你要医治阮，你要引带阮，你要互阮的新心灵拢得到永壮。主耶稣，搁一届求主你做阮全人的主，互阮幸福伫你的面前。阮就要得到医治，要得到头帮。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好，咱接续要为着主日来守望祈祷，求圣神含咱三角地的，互咱今仔日的敬拜得到主的欢喜，互咱的每一个硬体、软体，每一个服侍同工，拢得到主的引带。咱也为着第一点，今仔日是总会、教会甲社会委员事工联会，所以咱爱伫奉献进前，将咱的奉献备办好势，也求主保守这个事工。第二点，要为着8月25孝亲主日来祈祷，求主赏赐迄天的3代同堂有美好的关系甲祝福。伫迄天的第1场礼拜煞到12点进前，也有一个亲子3代同堂的闯关活动，报名到8月19到明仔载截止。咱同心为着这2项事工来祈祷。咱的信心我们欢迎你，求你用信会有去甲咱教会中间，我们放下一切所有的，要存储咱的心的这切来靠无你，咱的信心也求你显明奇妙的人在，将你的心意教导互阮，会当顺谈你群对你的引带，我们你的旨意，咱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阮，互阮伫长老教会这个系统内面，伫你的面前得到造就。你也赏赐阮有新结教会关心阮，也赏赐总会，互阮会当伫逐项的事工，拢得到好的牧养。求主你圣神保守总会、教会与社会委员的施工，甲因的同工，甲因的经费，拢求主带领保守，特别伫这个经济，现在物价上涨的时候，求主你保守，互因的奉献伫你的内面拢无欠缺，互因有当有好的体力来为着这个事工来着办。阮也为着后礼拜孝亲主日，求主保守报名顺序到明仔，保守后礼拜整个的流程，互无论是咱的会友，还是社区的朋友，因伫遮无论是阿公阿嬷，还是孙仔，拢伫遮所有的活动拢安全，拢得到欢喜，拢互子孙的感情能够得到交流，会当伫主的厅内面搁较敬拜上帝。我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上倒要为着17组来代祷，区长是集会长老，个敏泽长老，小组长是美英小组长，由圣神带领，组员会当克服真理，参加圣经共读，属灵生命成长，会当活出耶稣的听，为主做见证。第二，为着组员甲厝邻的人身心灵平安健康，全家人同心听主，求主供应家中各方面健康也是经济的需要。第三，为着无道友祈祷，
透过小组的牧养关怀，互因会当经历上帝的救恩，接受主耶稣将做因的救主。咱同心开声，为着17组来祈祷。现在天父上帝，主虽然上帝，阮的一心要相信你的地，所阮有许多的心意，当使阮平安来遮大，愿你的恩惠保守，慢慢得到头答，助我离开灾害，对今晚高中来。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永远将17组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使阮属乎伫智慧长老、主的长老、民主长，相属因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相属因有智慧、有疼心、有忍耐的心，相属每一个组员有圣神的引带，会当较无圣理因讲论，较无上帝的话语，会当较无祈祷，较无后期求主每一个组员三角当来项目都有三角伫咧，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做伙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什么时会到上帝面前去朝见？咱三甲大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39首，请起立吟全首。主到万代，伊现今到永远拢存在。主上帝爱公义甲人民，每一日甲赦免当罪人。咱了体的伤痕，伊安慰受创伤的灵魂，伊叫咱真人类免惊吓，只有信上帝国就伫遮。随上向无绝望，免悲观，属信心对你有短望，主行你去何路，心扫荡。叫咱愿徛伫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实意来敬拜阿罗你的名，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统管一切。阮的生活、阮的动作、甲阮的呼吸，拢在乎你。亲爱的听阮的主，阮满心的感谢你，你对万人中拣选阮，互阮当诚侪上帝国有你疼痛的囝儿，逐工会当享受伫主内底的劝告甲保守。无论我咧倒位做啥物，你都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因为你配得所有的恶恼，你为着疼，倒成肉体受苦，放下你的性命。因为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无阁受到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实在配得阮一生的敬拜。亲爱的圣神，阮感谢你，因为你诚做阮随时的帮助甲避难所。我靠你的人是真正有福气的人，我们学了你的性命一直到永远。亲爱的主，感谢你，逐工守守你天顶的吗哪，也就是你宝贵的话语，诚做阮日常生活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你的话在阮的生命中发出光，互阮得到智慧，互阮上主你常常指教阮每一个人应该行的路。应该做的事，互阮的生命会当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使阮每一个人拢有新的一天，特别是今仔日的圣主日，主你的圣神引带阮，在你的圣殿三角同心合一来敬拜你。愿你这个时，你的圣神充满伫你面前每一位兄弟姊妹，属伫你名的囝儿身上。愿你保守阮。会当常常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无贪图世俗的享乐，无贪爱世界虚华甲名利，无体贴肉体的情欲。主啊，求你帮助阮尽力追求你，互阮的心意爱亲近你，常常伫你的真道顶面来造就家己，诚做上帝国合一的器具。阮求你充满阮，在这个时也帮助阮，在敬拜中甲你相拄。也愿你照着你的圣神的气来充满达摩斯伊所传讲的信息，你的百姓，互阮的听人甲听上帝的心不断的成长，活出见证，荣耀你的圣名。献上我的感谢、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时咱要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42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的所在。亚西老树头的布衣，对伊的君为发基。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智慧聪明的神，计划甲勇气的神，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这声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无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发命令处死社会的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实统治。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白甲山羊仔囝会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细汉囡仔为做牧者看顾因，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因的囝为做休困。这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长龄的婴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伫我圣山的达所在。因一定袂受伤，袂受害，因为对上主的明白会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
这时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上帝疼世间人》。记载圣经旧约历代志下卷第7章12节到18节的所在，历代志下卷第7章第12节到18节的所在。明是上主对所罗门显现，对伊讲：我有听到你的祈祷，嘛经这所在做向我献祭的圣殿。我若甲天关捌无落雨，
也是命令草莓食农做面，也是讲瘟疫伫我的子民的中间。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即所在所现的祈祷。现在我已经经这个殿，甲伊分别做成，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你伫我面前会行做，若亲像你的老爸大笔，遵行我的诫命，接守我的规律甲命令，我就要坚固你的王位，照我甲你的老爸大笔所立的约讲，你的后代会永远统治以色列。这时，要请本堂主任牧师，陈佩吉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祈祷上帝的准备，祈祷上帝的准备。像也即大家平安。拄则牧师发现讲要讲道的时阵 ，PPT 放唔对啊，所以紧去甲换转来，所以咱互即个同工先来处理一下。今日是咱旧历的即个7月15是啥物节？中元节啦，中元节，所以咱伫即礼拜中间，看到咱厝边头尾大家拢伫遮咧拜啥物？中元节要拜啥物？拜乖乖。拜祖先啊，拜好兄弟啊，拜地基主啊。其实中元节呢，是伫中国古早的即个节气，是伫庆祝即个收成，新收成遮的五谷，要来献互天，要来献互天。总是呢，即个中元节呢，伫即个道教的即个习俗呢，改变做是来拜一个皇帝哦。敢有人知影是拜倒一个皇帝？叫做帝官。拢唔知是拜这个尧的传的下一位叫做舜，舜皇帝啊，是来传互伊。因为舜呢，足细汉的时阵，20岁时阵，伊就足友好到这个皇帝拢知影，所以呢，伊就真出名。尾啊，这个尧呢，佮将伊的这个王位让贤，要互舜，所以呢，这个尧呢就是天官，舜呢就是这个地官。还有一个水官叫做啥物人？大禹，大禹，所以就是三官三官。所以检测咱伫教会中间，咱真罕有即个机会，去了解。但是咱的厝边头尾，因咧拜时，你当过去甲因采讲一下，跟他聊天一下。请问你咧拜，是咧拜啥物？总是呢，过去即个中元节是咧纪念，即个帝官。就是舜伊的生日，他的生日，所以这儒教呢，因就注重这个友好，就将这个舜呢，当做一个神，安尼来甲伊拜。但是到这个道教兴起的时候呢，佮将这个中元普渡啊，拜祖先，变做是一种的法会。所以道教呢，就来开始变做是这个中元节啊，中元节。然后到这个佛教呢，佛教佮引进这个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就是来拜土地啊，拜这个地基主，所以呢，到这个中元节，爱拜真无闲哦。农历7月15啊，透早呢就爱拜地、拜祖先，中昼以前爱拜祖先、拜地基主，然后下晡日头要落山以前啊，爱拜上好兄弟啊，就爱拜这个好兄弟。所以咱看见讲，伫即个台湾人，到今已经遮尔啊进步，大家手机咱去 Google， 但是呢，我相信嘛，真侪人因伫对夜香对拜啊，毋知影家己伫拜什么啊。总是咱读圣经的时阵，咱知影，伫圣经的中间，上帝嘛是安尼受人的服侍，受人的敬拜。特别咱伫最近所咧读的即个圣经，已经读到即个历代志。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卷，其实就咧讲起着即个圣殿起造伊的即个故事甲过程。顶礼拜咱看到所罗门伫伊做王以后，伊甲上帝讨一个祈祷，上帝讲你要爱我属你啥物，通对我求。结果伊甲上帝讨2项，头一项就是伊求上帝，互伊当甲伊
有坚固的关系。上帝做伊老爸，伊会当做上帝囝儿。所以伊知影伊要治理百姓进前，伊就要互上帝来治理。第二个就是咱拢知影，伊甲上帝求智慧，总是即个智慧包括三个部分，就是爱做牧者，引带上帝百姓，然后就爱装备遮个以色列人，会当照上帝规矩来服侍。第三就是爱去受车遣，出去宣扬，就是爱受牧养、受装备、受车遣。这是咱伫顶礼拜的信息中间所分享的。即礼拜咱所读的经节，除了上帝所罗门显现一摆，甲伊问讲爱我赐你什么？其实当所罗门王将圣殿起好了后，伊阁甲上帝阁第二摆甲所罗门王甲伊显现。伫历代志下卷的第7章，所罗门完成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工程。伊顺利完成心内所计划的一切建筑，弥时上主就对所罗门来显现啊。所以所罗门伊的一生中间，至少有2摆上帝对伊来显现。即摆上帝显现，上帝毋是甲伊讲你爱啥物，通对我求。即摆上帝甲伊讲，我有听到你的祈祷，嘛要紧即个所在做我献祭的圣殿。所罗门伊做一个祈祷，咱捌想过讲，咱若祈祷了后，上帝就暗时甲咱显现讲，囝，你的祈祷我听到啊，即马你的祈祷我要互伊成，毋知咱有啥物反应？所以咱来看，到底所罗门伊做啥物款的祈祷？我将所罗门即个祈祷，放伫即个 PPT 顶悬啊，用 Word 去甲算，拢总有1400字啊。即个祈祷呢，伊绝对毋是迄天要献殿的时阵、献堂的时阵，才开始咧写，还是徛在台仔顶才咧想啊。即个祈祷是伊早就准备好，写一篇落长的祈祷，咱伫昨个讲读嘛，读即篇的祈祷文，会当分做10项所罗门伊的祈祷。总是伊做即篇的祈祷呢，伊是有准备的，所以咱要来思考，到底所罗门安怎样来准备祈祷？当咱每一摆要甲上帝祈祷的时阵，咱会当安怎样来备办？伫要分享以前，请咱搁一摆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我很感谢你。今日是旧历的7月15，是民间宗教，也是阮的真侪厝边头尾，大家伫遮咧祭拜、拜祖先、拜遮的神明，也是拜遮的好兄弟。总是人的心无认捌真理。直到惊吓受威胁，找袂到真正的上帝。求上帝，互阮听到你的话，通搁较明白上帝你的真理道路，也会当来进入上帝你的话名，互阮找到真正的独一的真神，甲永远的救主。也愿上帝，互阮对所罗门王伊的祈祷来得到激励，甲得到帮赞。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罗门伊的祈祷头一项就是伊跪落去，亚双手向天来祈祷。这是伫历代志下卷的第6章12节、13节所在所写的。咱12节、13节，请咱做伙来念啊。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徛伫上主的祭坛前，双手举起来。所罗门有做一个灯台。长2公尺20公分，宽2公尺20公分，悬1公尺30公分，下伫亭的中央。伊徛伫台顶，伫以色列会众面前跪落去，举双手向天啊！伫咱即个现代中文已经将即个翻译搁较完整啊！咱的现代台语，现代中文只有翻出2公尺3公寸啊，但是咱的现代台语翻了搁较完整。咱什么时阵会跪落去？细汉的时阵，安怎？去用罚跪啊，去用罚跪。我捌细汉时阵定定去用罚跪啊，就爱跪足久的，跪到骹拢麻去，徛起来时阵拢徛袂起来。但是所罗门伊毋是做毋到代志跪落去啊！咱来看所罗门伊的即个祈祷，是伊照伊老爸所吩咐真认真，安尼来准备，一直到圣殿拢起好了后，
伊伫即个圣殿起好礼拜要做祈祷进前，伊做一个动作，双脚跪落去，然后举，毋是一只手，吼，咱常常咧敬拜时阵拢举一只手，举双手向倒位？向天安尼跪落去来祈祷，爱牧师做一个示范无？跪落去，举双手向天来祈祷，安尼看有啊？好，所罗门王，吼，伊伫正以色列的百姓面前，伊是一个王哦，总是呢，伊遮尔啊谦卑，跪伫所有的遮会众的面前，对上帝要来献伊这段的祈祷。咱伫读历代志的中间，咱看到所罗门王甲伊的老爸大卫，因将整个旧约会幕的敬拜来甲伊 upgrade。好，头一项就是大卫，伊将旧约会幕的敬拜 upgrade 即个音乐的敬拜。过去即个利未人伫会幕中间无有使用乐器，嘛无人伫遐来唱歌，总是大卫开始即个礼，一直到呾。所以咱今仔日伫教会会当唱诗，会当弹琴，咱爱真感谢大卫哦。无咱无拢爱点点的，吼，啊，就爱看遮个祭司哦，遮个利未人哦，服侍人员，因伫遐做工，咱拢袂当出声。但是呢，大卫将即个圣殿对上帝敬拜提高到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参与，特别是有训练装备遮个利未人，然后。所罗门伊个安怎样对老爸手头，过来 upgrade 即个圣殿的敬拜，就是祈祷。过去会幕的即个敬拜中间，人民拢会当即个当远远徛伫外口，通过遮个祭司来替因献遮个祭物，伊袂当入到圣殿的面前，伊袂当直接甲上帝讲话，只有遮个百姓通过遮个祭司，遮个祭司佮通过即个大祭司，才当将因的祈祷。一站一站带到上帝面前，这甲亲像中世纪天主教遮个神父共款，也是天主教过去中世纪遮个天主教的教导，吼，咱爱甲信徒祈祷，甲玛利亚祈祷，互因呢将咱的祈祷带到天顶的上帝遐。总是咱今仔日无需要，因为所罗门王伊早就伫圣经的中间，甲咱讲，咱会当用祈祷。到圣殿的祈祷，到上帝面前。所以所罗门王伊的祈祷头一项，伊谦卑家己跪双脚，然后举双手向天来祈祷。第二项，伫伊这篇的1400字的祈祷的中间，伊是充满感谢甲懊恼，也祈求上帝怜悯甲赦免。因为这个经节真长啊，好，所以我紧3节，甲咱做伙来分享，请咱做伙来读17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你对你的仆人大卫所讲的，求你实现。所罗门伊的祈祷的中间，伊是有所本，伊毋是家己创造、家己发明的，伊是将上帝对伊的老爸大卫所讲这个话，伊阁提出来祈祷，讲上帝啊，你对我的老爸大卫所讲的，求你来实现。21节，咱嘛做伙来读。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向这所在祈祷的时，愿你对天顶你大的所在听阮的祈求，赦免阮。所罗门王伊毋是只有知影上帝对伊的老爸讲甚物话，甚至伊嘛知影伫过去对即个伊的祖先阿伯拉罕，伊的祖先的祖先阿当，伊拢会当。知影讲，遮过去遮个信仰的祖先辈，因安怎样轻佻上帝，嘛看去因安怎样无轻佻上帝，直到互上帝气煞，互上帝无爱见因的面啊。所以所罗门王伊真巧，真有智慧，伫伊这篇的祈祷的中间误解，甲上帝求，上帝啊，求你赦免阮。佮误解，甲上帝讲，上帝啊，阮若犯罪得罪你的时阵，求你赦免阮。伫这篇落长的祈祷中间，其实看出是所罗门王伊个人的谦卑，伊嘛深知人真正是软弱，人真正是无法度。若要祈祷上帝，只无法度通夸口，无啥物通偏颇的，只有求上帝来赦免咱。最后，这个祈祷要结束进前，第40节嘛，请咱大家做伙来读。我的上帝啊，
但求你开目睭看，耳耳康听，伫遮所献的祈祷。所罗门王伊真有智慧，嘛形容得非常的精准啊！伊甚至甲上帝讲：上帝，当阮咧祈祷的时阵，你爱听，你毋通拿煮饭安那听阮的祈祷，毋通拿洗碗咱咧听阮的祈祷，毋通拿看电视咧听阮的祈祷。所罗门的祈祷讲：上帝啊，当阮伫即个圣殿向圣殿你来祈祷的时阵，归你。求你开目睭啊！什么叫做开目睭？就是目睭闭互紧啊！目睭闭互紧，将你的目睭闭互紧，看即个人，伊到底是什么人？看好清楚，伊是好人还是歹人？什么叫做耳耳康听？就是爱真注听，注意来听。这人伊到底在祈祷的，是要亲像隔壁要拜好兄弟的时阵。在拜好兄弟的时阵，拢咧求啥物？咱敢知影？即个普渡的时阵，除了拜遮的祭物嘛，爱祈祷呢，爱爱祈祷啥物？那甲好兄弟祷告的时候要跟他说什么？讲遮的物件呢，请你摕去食，然后还要讲一句，请笑纳，请笑纳，请你欢喜来接纳。就是还在贿赂他们，你有通食就好，莫阁来甲阮落啊，莫阁甲阮讨啊，请笑纳。但是咱的上帝，毋是讲请笑纳，咱的上帝伊嘛袂甲咱落，毋是甲咱讨，毋是亲像遮的好兄弟学道，亲像遮的公庙，遮的要甲咱讨，要甲咱分。过去我伫庄脚做团队的时阵，3年爱做就一届，每一届要做就的时阵呢，大家每一户。因拢爱办道，这办道就是讲因欠3年，遮所欠的钱呢，伫要做就迄天烧王船，然后烧几礼拜，最后一天呢，所有因3年欠的迄暝拢甲烧了去，拢甲烧了。为什么要安尼烧？为着是因无爱爱拜王爷，毋通互即个瘟疫，不要让这个 COVID-19 来糟蹋因即个庄脚乡村的所在啊。所以因就安尼，所以伫迄个所在，大家真辛苦在欠食的，但是呢，一暝拢烧去。但是咱信上帝，也是所罗门王伊所认捌的上帝，伊讲咱毋免还食的，咱只要来到上帝的殿，跪双骹，举双手，甲上帝感谢阿乐，钦调上帝的话，然后知影咱家己的软弱甲假实，甲上帝讲，求你开目睭。耳康，上帝就会听咱伫即个所在所献的祈祷，阿门。所以无听上帝话，就袂当有合主心意的祈祷。请咱大家做伙讲一解：无听上帝话，就无合主心意的祈祷。为什么所罗门王伊的祈祷，上帝安尼讲，甲伊显现哦，搁要显现甲伊讲，我有听到啊，然后我要来实现。因为所罗门伊的祈祷。进前会当合上帝心意，进前是因为伊先读摩西的话，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伊将圣经的话先读入去伊的头壳内底，然后知影过去遮的人信仰的前辈因所拄着的代志，而且知影安怎样来做一个正确，然后阁是合伫主心意的祈祷。所以摩西的五经，所罗门王捌读过无？我相信有，因为做一个以色列人，因自细汉就毋是用读的，爱用背，因的父母拢会教因来背。然后古约中间，这历史书、苏轼、德萨萨、王王代代，这几本这9卷，所罗门读过无？伊拢是伫这以后。但是后壁还有三本拉尼斯，迄就是伫所罗门以后才写落来。但是呢，伊因为读圣经，所罗门王对圣经、上帝甲人中间的故事，才所发生的代志，甚至讲到什么人的名，伊就知影发生什么事件，伊拢藏伫伊的心肝底。直到伊要甲上帝祈祷的时阵，这10个祈祷非常的完整，包括所有过去历史所发生这的代志。
然后无行上帝话，就无福杯满满的性命，好嘛？请咱做讲一解，无行上帝话，就无福杯满满的性命。听上帝话是一半，吼，60分。但是呢，若要100分，就是爱将上帝话安怎行出来。雅各书讲，好，我们不要只是听到，还要怎样行道。耶稣伫山顶的教示讲，这个长命的人，亲像听到道理，搁去行的，就是将厝起伫倒位石盘顶。听到无去行，就变做啥物人？愚戆的人。好，所以其实伫耶稣的标准，你只有听无行，连60分拢无。因为耶稣讲，这是啥物人？愚戆的人，只有听，唔知影爱去行的，是将厝起伫倒位？沙土的顶面，拄着海涌，拄着风雨的时阵，迄个厝就放落去。所以咱听上帝话，嘛爱行上帝话。所罗门王用上帝话来祈祷，其实所罗门王伊嘛写出上帝的话啊。伫遮的智慧的册《博士真传歌》内面，就有3本是所罗门所写的，都3本。少年的时阵写啥物？雅歌啊，好雅歌，好讲到男女之间的爱。好，怎么样去罗曼蒂克的生活？好，咱教会有一个这个礼拜结婚礼拜。好，咱的这个恩美呢嫁到维也纳。好，伊的这个公公婆婆是德国，嫁到德国去。我参加这个结婚的礼拜，一个感触，好，就是讲哇，在德国人好就罗曼蒂克的，很会谈情说爱。但是咱的台湾查甫囡仔拢咧创啥物？拍电动啊，看电脑啊，做工程师啊，卖干啊，好，伫即个台积电内底在熬夜加班轮班，读了太少的莎士比亚，所以长互我拄着这一寡查甫呀，我拢甲伊讲哦，你们要学，好，要学习，多读一些情诗，多读一些罗曼蒂克，好，最好就是多读雅歌啊。所罗门伊有即种的智慧。知影安怎样通过男女的情来描述甲上帝之间的即个爱。搁伊伫壮年的时阵写倒一本箴言，年老的时阵呢传道书。所罗门王因为读圣经、行圣经，到伊尾啊，伊知影安怎样所写出来是真做遮的圣经哦。所以咱看见所罗门王伊的祈祷，毋是只有迄篇跪伫台顶的祈祷。伊的祈祷其实是反映伊的性命，反映伊甲上帝的关系。最后，当所罗门王这篇的落长的祈祷结束了后，圣经讲有火对天降落来，上帝应该来充满迄个所在。这是写伫咱今日所读这段圣经的头前啊，咱读是12节到18节，伫这个第1节到第10节，就咧描述形容。好，这个圣殿上帝应该充满，好，这嘛是今日暗时咱讲对时阵要读的部分啦。伫第1节，好，请大家做伙来读。所罗门祈祷煞，就火对天降落，将烧化祭甲所有祭物拢烧尽。上主的应该充满圣殿。咱知影，好，所罗门伊献这的祭，好，其实毋是少的。咱讲到即个中原普渡，吼，大家拜嘛是拢拜一箱一箱摕来拜。但是所罗门王伊毋是一箱一箱摕来拜，吼，咱若读即个历代志下卷第7章的头前，所罗门王献牛22000只牛哦，吼是几只的牛哦，2万，莫讲2万，2000只牛，吼就了不起啊，是22000只，搁献羊几只？12万只，好，所以顶礼拜牧师讲，好，咱咧读即个圣经历代志的时阵啊，莫读到老下海啊，好，定嘛读圣经读到安尼，目睭强要走出来安尼，啥物叫做牛22000只，羊12万只，这根本就是大屠杀。但是，这是代表一种对上帝一种的尊严，对上帝一种的奉献。伊毋是数拢献的，表示讲上帝一定是属伊有遮尔啊多，而且对即个中间，不管是献10分之，
也是献50%，也是献偌济，但是一直上帝赏赐伊遮尔啊多，伊才有即个才调，才有即个能力，会当献2万只的牛，12万只的羊啊。咱伫教会中间嘛，常常伫奉献，奉献除了咱对上帝一种的感谢，奉献嘛是一种上帝对咱的祝福。看到咱的奉献愈来愈增加时阵，这就是一种上帝的祝福。但是咱的奉献愈来愈减少时阵，咱嘛爱去思考，到底什么原因咱的奉献袂当增加？为什么咱袂当亲像所罗门王遮尔啊慷慨奉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的奉献如果拢无变，咱的奉献对过去到现在拢共款的时阵，安尼是有问题还是无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无啥物问题，事实上背后一定有问题。如果咱真正像所罗门王遮尔认真、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互咱愈献手骨是愈勇，咱会成做一个奉献的即个受祝福的人。但是咱对上帝当生就是小气拢爱欠长内度上帝这1000要互你，想说袂使，即礼拜我佫欠100，安尼献900互你，900小等无事，佫要化卖楼骹佫要卖这个 T 恤，安尼这嘛是奉献，佫抽200起来。对上帝若是即种咧计算的时阵，检采咱对上帝要领受的祝福，就嘛安尼会来变质。我们是伫这个所在强调讲，你献愈济，上帝互你愈济，这是倒果为因。是咱爱先对上帝有信心，亲像阿伯拉罕共款，欢喜甘愿连家己的囝嘛献互上帝来因的时阵，上帝就安尼大大来报赏伊啊！这个头前第40，嘛，请咱做伙来读。王甲全体人民伫上主的面前献祭。所罗门伊做一个王，亲像伊的老爸大必做一个牧者，伊毋是家己祈祷、家己奉献，嘛爱引带全体人民拢伫上帝面前来献祭。甚至第80，所罗门王甲以色列全体人民做伙守节7日。这人民偌济呢？对以色列、对哈马艾口到埃及西谷啊，其实这是今日这个加萨走廊已经超过的所在，就是去到伫这个叙利亚的所在，到南边埃及的所在，内底所有的人拢叫做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全体人民，表示讲以色列这个国家伫迄个当时非常的勇甲这个阿兰的所在。用甲即个埃及的所在，只要住伫阿兰、埃及即个中间的，拢叫做以色列人。拄则的人，因拢爱做啥物？拢爱甲所罗门王、甲伊的国王共款，做伙祈祷，做伙到上帝坛前来献祭，来献礼物给上帝。所以因通过过节来守调即个上帝应根的同在哦。中原普渡，这是我细汉的印象。即马较无共款，即马大家拢是即个电话卡，即马拢住大楼，拢伫中庭，是伫即个大门前，伫遐摆一箱一箱。但是细汉时阵，即种的场面搁较盛大，真正是抬鸡、抬鸭、抬牛、抬羊啊，安尼来摆，真正讲血流成河。但是因所摆，其实因毋知，因只好去找到。这个舜皇帝，舜皇帝，咱若去看伊的故事，20岁时阵，伊就去互人知影足有效。到伊58岁时阵，做中国的皇帝的时阵，舜讲一句话，伊甲问伊遮的朋友：，这个国家遮尔啊大，到底要安怎来治理遮个国家？伊拄着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甲伊讲：，你爱管理这个国家，头一项。你是爱做一个真正人，你就爱做一个公正的人，爱公平的人，咱教会嘛有一个真正人牧师啊，你就爱做一个公正公义的人，这个舜记咧。第二个讲过来咧，过来，你就是爱管理这个土地，咱若去查史书啊，你通看到遮个记载，总是后代人无将这2句写落去。
去拜这个帝官，把这个舜当作神来拜，把他封为帝官。但是只有讲拜伊，煞唔知影伊到底人，这个人生做啥物款，留下啥物好名声。其实舜伊嘛真出名的友好，对待伊的老爸、甲老母、甲兄弟。咱若搁去看舜的故事，伊的老爸苦毒伊，伊的老母是伊老爸搁出来，伊的兄弟甲老爸联手想要杀死他，几啊届，但是舜呢，拢无来得罪他们。看就亲像大笔的故事啊，但是中原普渡的拜拜对咱来讲无需要，咱是通过每一礼拜伫圣殿的敬拜，每一届咱参与2、3个人奉主的名的祈祷，就有亲像圣经所写的，有火对天降落来，上帝恩典来充满。咱看去所罗门王，伊的祈祷正确。做啥物拢毋惊失错，因为伊知影上帝所爱是啥物。咱若无信掠条上帝所爱，检采咱嘛毋敢开喙，毋敢甲上帝祈祷。所以到当中国所留落来，遮个友好啦、拜天啦、拜地啦，遮个信仰的元素，到即马拢变质，乖乖摕来拜，孔雀饼干买一箱摕来拜。即马拢是生理人的头脑，哇，拢是栽培。即马你知影，即马中原拢是栽培，一箱一箱，拢免传，拢甲你送到厝，然后时间到，摕出来甲你拜。但是伊毋知影在拜什么，但是咱有读上帝话，知影咱要拜上帝，伊爱咱是合伊心意的祈祷。然后当咱的祈祷正确的时阵，上帝恩典就降落来。咱嘛爱过节守条上帝的同在。所罗门王即个圣殿，伊咧献殿的时阵，上帝恩典充满，但是只有迄摆。然后后礼拜有无？后礼拜有无？咱毋知影。但是圣经互咱看到，就是只有迄摆尔。但是这人要安怎来纪念上帝恩典？就是通过固定每一当。每一礼拜，安尼来守节日。利未记的中间就有7个节期，7个节期，就是在守住上帝的荣耀。上帝同在，上帝荣耀，这个伫希伯来文叫做夏开纳，请大家做伙讲一解。夏开纳，夏开纳这个字就是上帝恩典降临啊，上帝恩典的同在。上帝恩典降临同在，其实这个字就是咧讲约柜这个本身，上帝伊的 ark， 上帝伊的这个约柜本身代表上帝伊的恩典充满降临。当所罗门王将约柜迎接进入圣殿，上帝恩典就充满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看起所罗门王，伊伫祈祷顶悬做真充分的准备，直到今仔日，咱来读这段圣经的时阵，咱看起咱真侪咱学习的功课。祈祷毋是只有一摆，祈祷是一生的累积的。好，请咱甲咱隔壁兄弟讲，祈祷是一生的累积。祈祷是。检采咱有定定参加祈祷会、小组的祈祷、台仔顶司礼的祈祷。哇，有听到，也是咱有做遮足感动的奉献，或者祈祷。但是祈祷毋是上帝只有听一摆，上帝听人的祈祷是看人的一心，看人一生的累积。所罗门王伊真深知，所以伊甲上帝安尼讲：14节到16节，我请咱大家做伙来读。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所在所献的祈祷。现在我已经建这个殿，甲伊分别做神，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这个所在，所罗门王毋是所罗门祈祷，这段是上帝伫所罗门伊的暗时，也是梦中伫暝间
对所罗门显现的时阵，上帝开嘴甲所罗门讲的。然后上帝甲所罗门所讲的话，其实就是回应拄则迄篇所罗门王的祈祷，甚至15节迄个所在，上帝讲：我的目睭要看，我的耳孔要听。上帝完全 copy 所罗门的祷告，摕来甲伊回应。所以今仔日，咱会当伫圣殿甲上帝祈祷。今仔日，咱的教会在追求成做一个万人祈祷的殿的即个理想目标的时阵，爱感谢所罗门王。伫所罗门王以前，无人安尼讲，上帝无安尼交代，但是所罗门把圣殿成为祷告的殿、祈祷的殿。亲爱兄弟姊妹，你来迦南教会，拢来做啥物？拢讲祈祷，无讲这段进前，但讲来做礼拜。但是你除了来做礼拜，你有来教会祈祷无？你有来参加教会祈祷会无？牧师不是在勒索你们讲你就爱来出来参加。其实呢，教会是这个建筑物。教会伊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一群人，毋是建筑物。所以咱看所罗门的圣殿，就是咧代表教会，代表教会就是讲咱所有的基督徒。所以这段咱的祈祷是所有的基督徒要如何祷告。所罗门，上帝回应所罗门的话，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然后，上帝阁对所罗门个人，对他个人，最后17、18两节，你伫我面前会行做，就是伊一生会行做。那亲像你老爸大笔，有尊坦我的诫命，接受我的规律甲命令，我就要坚固你的王位，照我甲你的老爸大笔所立的约讲，你的后代会永远统治以色列。上帝听咱的祈祷，毋是只有听一摆，伊是用伊过往的老爸一生安怎样行做、尊坦、接受，然后上帝就甲伊坚固。祈祷毋是只有一摆，你参加一摆祈祷会、10摆祈祷会，搁较重要是你一生安怎样活出来一个祈祷的人。所以圣殿是一时，祈祷是一世啊！好，请咱做讲一解。圣殿是一时，祈祷是一世。咱的祈祷爱成做咱的性命。所罗门王好不容易用足大的精神，用黄金、金银、铜铁起来圣殿，拢总使用几吨？我那个算出来，差不多381吨。这个圣殿就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叫拆掉啊！这个圣殿叫拆掉，不是只有拆一摆，第二摆佫起起来，上帝第二摆佫叫罗马将军提多甲伊拆掉。圣殿去用拆2摆，为什么上帝要拆这个圣殿？因为伫这个所在敬拜人，因无真做基督的人，因伫这个所在，因对上帝关系拢失袂去啊！规箱的乖乖摕来拜，将这个其他物件摕来拜，拜上帝拜到黑暗暝，毋知影咧拜什么，因为无读上帝话，毋知影上帝到底要爱什么。总是上帝爱咱所做，是转离咱的歹行为，亲像大卫共款，一心遵行上帝诫命。所以咱的圣殿是基督的殿。咱咧做伙主节时，就是要做伙来祈祷。所以伫20年前，应该是2000年开始，每一当的圣神降临节，拢真做是一个全球祷告日啊！我记得这个全球祷告日，刚刚是对非洲、非洲第三世界所发起的这个运动啊，然后一直探到全球、全世界。然后安尼连续几啊单，全世界几啊亿，几十亿的基督徒，到最后，上几十亿的基督徒一起在那一天祷告。这是上帝所爱，不是只有伫圣殿内面，是所有的集体兄弟姊妹
拢诚做圣殿。如果咱今日有参加，也是即礼拜有小组的分享，咱会当来分享对所罗门王伊的祈祷，咱来思考。我个人若要甲上帝祈祷的时阵，有爱准备无？爱要安怎样来准备？咱当好好来思考。然后，咱的全教会、迦南教会要做伙祈祷，安怎样做伙祈祷？是上帝所喜爱，毋是只有看你有来参加祈祷会，还是讲你有参加早祷会？吼，过去咱迦南教会嘛有早祷会，拢几点？迄阵人圣长老拢有来参加，吼几点？5点哦，6点，吼6点，吼6点就爱到礼拜堂的，毋是6点才启程的，吼。即摆你叫人6点来祈祷看卖啊，吼，才会中一小会啊，先甲你变啊，吼，讲抗议牧师，你当做我毋免上班哦，你当做我毋免，阮拢食菜，毋免食肉哦，我嘛6点我嘛无一定爬起来啊。但是呢，上帝爱咱的祈祷是大家甲祈祷同款的代志，亲像所罗门同款，吼，会当祈祷是合上帝心意。迦南教会今年要庆祝59周年啊，明年庆祝60年。伫这每一档的中间，什么倒一天是咱迦南教会上重要的日子，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上帝应该安怎样来显现？你知影即个礼拜堂献堂的时阵是倒一天？10月31号。啊，你知影咱的迦南教会开始的时阵是倒一天？1965年几月？10月31号，同款即天。所以10月31号，好过去才会先拜，才会前辈。因真注重即天，吼，要用即天做教会开始，然后大家安尼起起来，即个礼拜堂嘛要用10月31号来献堂，甚至5楼踏到8楼，迄天几号？10月31号嘛要用迄天吼来做特别的日子。所以咱若是诚做迦南教会的会友一份子，吼，咱爱将即天好好啊珍惜，好好来纪念。这是上帝应该充满的日。迦南教会，吼，会当讲伫全台湾真出名，吼，因为咱即个教会出足侪人才，出足侪足好的牧师，然后咱出足侪足勇的长老、甲执事、甲区长、甲组长，所以诚做一个迦南教会的会友安怎行路有风，吼，出去咧笑眯眯，吼，春风满面。但是这是咧，因为上帝跟照伫咱才会当显出咱的恩根，但是咱犹原爱轻调上帝伊的恩根。每一届过节的时阵，重要日子的时阵，咱就爱好好啊来轻调。所以这届牧师要过来推销啊，好，这届毋是要叫你买衫，这届是要叫咱大家爱来报名，啥物？10月13，咱要去户外野外的礼拜，要去倒位？淡水真理大学，好，咱若照频率哦，每10年去一次哦，好，所以咱差不多每10年就去一届，好，去到迄个所在，因为迄是咱的先拜的先拜马偕博士，伊伫遐的大本营，伊伫迄个所在领受上帝予伊的话，伫迄个所在来教导遮的学生，互遮的学生一个一个扯因出去，去到伫桃仔园，去到伫南崁。去到伫大溪，吼，大溪古早叫做大考坎，吼，叫做大考坎。伫迄个所在，无人要去的山顶，遮个学生拢敢去。为什么因敢去？因为因就是伫淡水迄个真理大学的所在，伫遐受教导、读圣经，将圣经缀伫因的头壳甲心，因就出来传福音。才有今仔日的同教会。有桃园教会，才有今仔日的迦南教会，才有今仔日的嘉庚教会，才有今仔日才会伫桃园才会侪教会。因为这一切拢是上帝话所建立这基体，咱来守条上帝恩根。这张相是昨拜六礼拜煞，我对隔壁2楼要等来教会时阵，楼骹吼，拄好是即个大庙吼，因的即个
大庙出来巡啊，吼，啊因出来巡就是咧甲人讲爱普渡、爱拜拜，吼，啊即马较无七爷八爷，即马看到是拢是小朋友徛伫第一排拿灯笼，然后伊佫放迄个好听的诗歌，过去拢是放即个死寿面啊，嘤嘤哦哦，吼听无足彩。但是即马无共款啊，即马伊拢改做敬拜赞美啊，吼，拢伫遐阿罗因的神明妈祖。吼，但是咧，伊拄仔对咱的教会门口经过，我就紧摕相机出来，吼，甲因摆一下。吼，若是会使，我足想要邀请因进来礼拜堂，请坐一个安尼，甲因分享一下。恁知影中原咧拜什么无？恁知影恁即马咧行即个路，吼，是要为着什么无？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啊，就是好兄弟要出来，爱叫遮个好兄弟相百，互伊袂出来搁害人。但是咱有上帝话。咱就得到百，这个好兄弟嘛毋敢对咱安怎，所以咱求上帝，互咱每一摆的敬拜是有上帝话甲上帝神。咱祈求上帝，互咱的祈祷是有亲消化上帝的话，互咱的祈祷毋是懒散、凊彩安尼想到啥物就讲啥物。咱要祈祷的爱想到所罗门，伊安怎样双脚跪落去，双手举起来。然后，咱的祈祷就是为咱的教会来祈祷，互咱每一摆过节过日，拢有上帝甲咱的同在，嘛当互咱见证看到上帝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教人教会设立到今已经要满59年，总是上帝你的福音来到台湾，嘛已经要159年。上帝，你通过对英国、对苏格兰、对加拿大、对上帝你所筛选金牌遮的宣教师，因将圣经、上帝你的话带到台湾，互阮有机会有即个福分，听到真理的声，会当活出一个勇敢的人生。总是今仔日，阮因为真侪的无闲甲惰学，今仔日因为上班、食头路、爱顾囝。遮个缘故，阮失去读圣经的习惯，阮失去对圣经的热情。主啊，求你的神，搁一摆点导阮，互阮读圣经是有热情，互阮对教会是有负担，互阮知影，阮毋是只有来遮做礼拜，阮就是教会的身躯，阮拢是耶稣基督的体，阮就爱做伙组织，成做一体，同心的祈祷。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上帝你的恩典就要充满全地，也要互即个土地的人来认捌上帝，互因无需要搁再惊吓，无需要搁莫乖乖来上帝面前，是带因的真实，带因上帝话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愿上帝帮助阮，也愿上帝赐福阮，互阮伫迦南教会中间，永远成做上帝子民。互阮出入拢有上帝你的同在甲恩典，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请咱三个来唱回应诗，圣诗第341首。当我专心迫切祈祷，请起立吟全首。专心迫切祈祷，爱伫天边大恩，求爸带领我的中部，想事伫一时阵，我要献出灵光的面，叫我心肝光明，互我若行到白沙深，为下天白圣情，我诚心无尽你的心，求你一时降临，赞我祈祷万清心，
有平康的心。我若拄着艰难有主，困求救主安慰，心内有问水讲袂出，诚心替我吐开。我心深深全无摇伊，伊伫耳旁是阮。所求若下天白旨意，愿你怜悯应允。在这时阵，牧师要来邀请咱大家来为咱的土园乡亲祈祷，为咱台湾的百姓来祈祷，为着伫7月半的中间，新来行遐的人来祈祷，愿上帝主权降临，愿上帝旨意来得成，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我们为着阮的乡亲，为着阮的厝边，为着伫这个都市、这个所在、这个国家，行遐无明白真理、无还未信上帝人民来祈祷，求你来拄起人心内底行遐，愿上帝你的旨意来实行伫这个地上。通过阮会当为主来做干净，通过阮会当来分享主你的真理甲好消息，互阮知影安怎样来帮助人，拄起因心内底的戆影，拄起因心内底的惊吓，互平安会当到每一个角落，互上帝你的平安会当享受伫阮的中间。第二项，我要来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为着迦南教会来祈祷。迦南教会是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迦南教会伫统治这个所在来起造，是要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要来见证上帝救恩甲伊的救赎，互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继续来传承使命，互咱当钦调上帝的话，会当来报扬主的好消息，互咱迦南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不管是年岁偌济，是少年还是囡仔，拢会当来做上帝根顶最根最盐，来报扬主的福音，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们为着迦南教会设立59年，向主来献上祈祷。上帝，你的恩典通过这些先人，因的一步一脚印，因所流汗、流血、流目屎，为这个所在的祈祷，主你拢有听到。求主你也继续来呼召阮，互阮当来兴起，会当来跑走主你的路站，互阮会当来向主你的前来行。互上帝，你会当成做阮的目标，成做互阮会当成做你的根，成做你的盐。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就会搁唱第1集。我打专心陪切祈祷，爱的天白大恩，求被带亮我的中保，受死的只是主。阿门。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第一节开始，叫咱做伙来唱。我的心也献给你，做你路应高之时，是欠米的献给主，归应公你吧。
性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的圣名，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你透过圣经随时来教示阮。主啊，阮也要透过祈祷，甲主你有更较好的关系。愿主你的权能来改变阮，愿主你的信息甲主爱来引带阮。主你的恩典随时来帮助阮，全能的上帝啊！求你教示阮奉献的意义，互阮会当全心全意来服侍你、敬拜你，阮要来荣光你的名。即时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做圣工路用，求主你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陈淑清长老来做报告。大家平安。首先咱来介绍新的朋友是潘宪章先生，还有潘陈云清女士，他们是夫妇，是那个陈牧师在台美教会台美教会牧会的会友，请起立。对，这个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转来台湾，这个献彰兄甲婚庆节啊，真欢迎因来参加今日礼拜。因即届转来就是来参加，因的查某囝，从荷兰，来，伊查某囝即马住在荷兰，然后来台南来展览，因为今年10月是咱台湾府城台南城建成400周年，所以这个台南市政府呢，邀请伊的查某囝，对荷兰遮一寡艺术家来到伫即个台南的所在，叫做萧陇文化园区啊。伫遐做即个400年的展览，所以就用即个过去荷兰人安怎来到台湾，伫即个所在，甲即马台湾人，甲伊做用艺术连接起来，所以咱搁一摆欢迎即个 Scar 甲 Tricia， 伫咱的中间，欢迎。介绍还有呢，介绍就是这个鲁嘉恩跟穆恩美夫妇啊。这个请你瞧瞧 ，John 甲这个恩美是这个穆贤男，甲这个丽如，因的这个女婿，甲这个女儿啊，已经在奥地利登记结婚，然后在昨天伫咱的教会来完成这个结婚的礼拜。这礼拜他们就要回去维也纳，明天在明天他们就要回去维也纳，继续生活昨天参加他们的婚礼，听到他们的故事，真感动，所以有一个遗憾，好像昨天都没有听到恩美唱歌所以下次回来再补唱，下次回来补唱，咱伫遮来为因祝福，祝福因伫即个奥地利的生活甲徛起拢会当顺遂，买当伫迄个所在有真好的信用的生活，奥地利是一个信仰的国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民。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所以要继续传承这个祝福。John 本身是德国人，是住伫德国的所在，这个更是一个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发源地所以也盼望这个 John 跟恩美夫妇鲁恩，现在你要冠夫姓叫鲁穆恩美鲁穆恩美所以希望你们在那边都能够很好的祝福。让帕婆来祝福因。另外我嘛看请坐，我嘛看到这个春月伫咱的中间甲这个雪珍姐春月足久无转来，咱拍拍来欢迎春月伫楼顶的所在。好，阁有像今日足久无看要介绍的无好，咱即马30秒之后，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请安一下如果你唔知伊叫啥物名，你就甲伊自我介绍，然后请问伊的大名30秒钟，咱甲互相隔壁小请安一下。好还有没有？好，然后另外呢，上个礼拜天忘记介绍，那个。凯安长老，这个淑勋姐查某孙大女儿佩颖，
奇颖哈奇颖是妹妹还是姐姐？妹妹哈，奇颖是小女人，好，奇颖她从美国宾州回来回来看阿嬷，回来看爸爸妈妈，好，伊即马伫美国的这个宾州，好，底下来上班，好，做 FedEx， 好，伫 FedEx 在上班，好，那么请奇颖站起来，好，让泡泡来欢迎奇颖。好，所以以后大家要寄快递啊，要寄东西啊，好，要团购乖乖啊。好，从美国出口乖乖，好，可以找亲。好，以上。好，咱继续来报告。今仔日是为着总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奉献的主日。教社因所做事工伫奉献地仔后面有公益和平、永续环境、急难救助甲社群关怀，所以真需要咱大家的祈祷甲奉献。第二点。礼拜主日是本会孝亲主日，要邀请德福的学员因拜到拜五上午到下晡拢有课程，即摆要献诗的是拜一下晡动脑增肌是处理老师指导的学员，因后礼拜要来献诗。礼拜煞甲儿童牧区有真好的3代同堂。闯关活动区刚才有介绍过，就是要过5关报名到明仔载截止请大家踊跃报名。我来小会报告，教会对9月份开始暗时开放到10点，已经是10点半到10点，所以所有的聚会活动请伫9点半已经结束第2点，本会全职干事、专职干事上班的时间同款，对9月初开始调整原本是8点半，即摆是9点到下晡的6点。礼拜日是固定的小假会当按照来到上帝面前来专心敬拜上帝，所以咱伫主日就爱大家爱尽量的做志工，有啥物欠缺，咱大家爱主动来补足。好，过来传道部的报告，头先牧师讲，10月13是59周年的复活礼拜，暗时要到桃园老船长餐厅晚餐以后再回来。所以如果你鼓励大家就是尽量报名，坐游览车去。所以你若要家己开车去，暗时要倒来。做伙食饭，游玩是400块，所以请大家踊跃报名游览车。咱即个游览车，一个人就要250，搁保险，搁按一个人爱350，所以咱其实迄天一个人的成本就要700块以上咱交偌济？400，所以你趁偌济？所以咱会当招咱的厝边朋友啦，这是真欢迎大家做伙参加，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礼拜，要用迄天59周年的即个纪念礼拜，要肯定咱60周年的特刊当中的大合照。所以即个上呢，你如果要看到60周年特刊有你的即个大合照呢，10月几号？13号，请咱将即个时间爱留出来，来做伙参加，继续。好，小组长，总务部报名是到9月初，所以咱大家尽量伫8月31进前，小组长来报名。第2点，医疗关怀处伫后主日10点半到11点半，伫教会1楼举办社区咨询关怀活动服侍同工是永仁医师、李英灿医师、健康咨询的同工志工队，请踊跃参加。我来友爱基金，友爱基金中秋节是9月17日要到所以友爱基金请小组长伫小组员有需要的请伫9月初8中午12点之前就要提出，因为他们12点之后就要开会。过来8月24，下一页8月24拜六下晡3点到5点是朱宗教社部要举办。平安7月节音乐会这是伫桃园展演中心所以要摕票的，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我补充一下这个平安7月节音乐会已经连续办15年拢伫咱同个所在
好，虽然疫情没有办法办，但是呢，这中间就是为着要让这百姓有这个平安，好，所以是用免费索票，真票都唔免钱啊，可以去我们桃园。目前号称最好，不过昨天经过穆恩信的认定，还要进步的空间，喇叭还不够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邀请咱的朋友，他是邀请福尔摩沙合唱团跟金金儿童合唱团，在那边用诗歌来唱出上帝的平安，所以是免费索票，但是咱是用先登记名字之后，礼拜3以后就可以来教会拿票，我们需要统计数量。好，所以那是礼拜6 8月24号的下午3点到5点，好，2个小时在桃园展演中心艺文特区展演中心，好，阿强来当来拨时间来参加，好，谢谢，好，最后，好，最后一点，伫拜6礼拜，圣歌队要圣乐之旅哈，那牧师娘要担任司琴，并且陪同阮去。嘉义的祥和教会，祥和教会的徐玉定牧师是咱本会出身的会友。好，以上，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遍。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历代志下愿7章14节，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历代志下愿7章14节。这是咱三个来上映信息第391首《乌鲁天顶主宰》。吟诗煞，请达牧师接导，请起立。乌鲁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你普天。当时我路上的我路山为一天被叫信息，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充满，甲恁尽大家三甲同在。互恁会当跪双脚、举双手，用谦卑祈祷转离歹所行，来亲近上帝。上帝殿所祈祷，上帝就要充满伊的恩根，伫伊的教会，伫伊的圣殿，伫伊的百姓，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礼拜到这，咱互相请安。好，楼骹有最后的义卖，好叫出亲，好，所以请大家尽量来甲伊出亲，多谢。也未报名，也外礼拜会请
小组长报名甲纳费。